头一个迄就是啥？无就讲过咯。你种迄行的是啥？不是啊，不是迄个，还是你那个到。你这个是要创啥？你叫你甲我讲。伊手机。你的声你无开啊？无声。你做状况，你做手机的时你大概无创。这件嘛，香茅，柠檬香茅，关碟的平顶。刚刚3点去食过。你个白条啊？啊，白条。你个点青草油？免。较好，你无爱点青草油杀菌的。好啦，点啦。这是你做来食，这信片是你做的是啊？特别上好。青草油点的好。真的。就更像。就更没人听。好，看外面哦，不是哦，这头你要干？你房间晒手机了？我好一道这个呢？这就。你说什么？大家也想跟。OK。
去年2分咯。嗯，你看招呼是吗？ Hello，平平，嗨，我等一下再过来。好，有信先，好，有信先来，我甲代志用。好，哎，子敬，哎，牧师无赖兄，你好。对，朱平呀，哎，李丽姐跟嗨，吴大哥你好。哟，好，啊我嘞，没有看到你啊，牧师你好，你好，阿赫你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放在心里。你怎么没有？好恶心哦！心来暗调。哎，这个嘿，哦，你的功力比那个波特王还厉害哦。关水，哎，周牧师你好。哎，大家，我兄好，啊，主庆兄好，啊个文华兄好，小牛好，拢好。拢好对。啊，酒无输牛嘞，伊哦，我看卖咧，今仔真无闲，我甲叫。要来洗碗。伊俩咪来啦，好，啊，David 还未来哦。哎，还没看到咧。嗯，对，我记得，哎，7点还是也是7点半。哎，一平民几岁多少？已经开电会，这里日头迄个关系，对啊，晒少日啦。你讲阮遐，无啦，你讲文华兄啦，哎，哎，伊个房间使少日啦，哦，诶，伊遐较光哦。这是咩咯？伊甲窗门关起来，关键对了，这是什么笑？周牧师诶，伊遐嘛是我这嘛是西少日啦，使平啊，哎，对啊。伊伫迄个内面，哦，阮即马吼，学着迄个啥物啦纳子吼，拢无法度赢过你做的，所以你应该爱来迄个失败吼，啊迄个销售，进牛排啊，花生达人。花生大人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一个一家人免费供应，上市啊。免费的啦，免费的啦。无限供，你看他散了，对啊，理解。啊，差不多。你嘛是哦，这个呢？提摩太。第三，第三，提摩太。诶，第三章来，咱就来开始啦吼。诶，啊，因则慢慢啊起来，咱时间已经过啊吼。有一首迄个天韵诗班的歌吼，啊，有来听，啊，伊的歌词嘛，足有意思的。也讲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啦吼。啊，这好哪亲像迄个希伯来书12章在讲的信心同款吼。信心是看不到的啦吼。咱来听啊，咱来听
啊，注意看伊的歌词就好啦吼。来，这个是。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心里有愁。我说主啊，我不会，你知道我的忧愁。悲伤海的时候，主向我要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向我要歌声。我说主啊，我不能，你知道我心里软弱，我就听主对我说，主对我说。算了，这就来了。数位化。看不见的时候，主的话给我信心，暴风雨的夜里，我高声赞美主名。我说主啊，谢谢你，我去，我心里有愁。我说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悲伤海的时候，主的爱向我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的名是我的神。我说主啊，谢谢你，代替我心里软弱。我说主啊，谢谢你，主谢
咱做来祈祷。主，阮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阮亲像歌词所写，阮是软弱，阮是惊吓，但是主你爱阮有信心来倚靠你。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仍然会通去甲兄弟姊妹来三甲组织伫网络顶悬，阮要搁一摆用你的话语来互相提醒，互相勉励。也求主你透过这，也互阮知要安怎成做一个你心中的好萝卜。阮从今仔日用阮的时间来交托伫你手中，祝你的圣神甲阮三个伫地，用你圣神的智慧来互阮明白你的教示。献上祈祷靠主的名。免。咱台语吼，第1节到第8节，咱请迄个建议兄读；第9节到16节，咱请David读。华语第1节到第8节，请平平读。第9节以后，请牧师娘读。安尼，吼，好，来麻烦。人若心无感动的质，伊是一条好的工。即句话是真实的。所以做监督的应该着无通嫌。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唔通好酒，着守己端正，好款待厝外人。教示，无因为酒起事，无拍人，着温柔，无三钱，无贪财，交整洁家己的家，用端庄，互囝儿顺服。因为人若要伫整洁家己的家，要怎样照顾上帝的教会？伫囝儿教的唔通互伊做监督。惊了家己偏颇，来陷落伫魔鬼所受的审判。搁伫教会外，就有好名声，惊了得到人的落骂，陷落魔鬼的话咒。安尼就做执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样话，无爱啉济酒，无贪义的钱，无贪不义的钱啊。好 ，OK。着存着清气的良心。好来，这个请David读，多谢。第9节，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的奥妙，亲像这个人，着大声试验伊，若无通嫌，则通互因做执事。安尼负责人也着端庄，无偏颇，无好酒，凡事忠信，接受着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整齐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家，因为交做执事的家己得到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道理有大好胆。我写这个互你，是满分心，紧到你遐，说出若因前，也是互你通知，应该着怎样行上帝的厝，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真理的
户籍甲地基这个大16节大正确的奥妙，无人毋了做着了，无人毋了做着，就是以显现肉体，称作义的神，出现伫天使，宣传伫外邦，互人信互人信伫世间接纳伫阳光。多谢。来，平平。好，第一章，这话是可靠的。有人说，谁有做教会领袖的抱负，谁就是羡慕一件美好的工作。教会领袖必须无可指责，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他为人要严肃，能管束自己，生活有规律，乐意款待异乡人。他必须善于教导，不酗酒，不好斗，性情温和良善，不贪爱钱财。他必须善于处理自己家里的事，使儿女知道顺从，事事敬重。一个人不知道处理自己的家，怎能看顾上帝的教会呢？教会领袖也不应该是初参加教会的人，免得这人心高气傲，到魔鬼的腹侧而被定罪。他在教外也必须有好声望，免得受毁谤、魔鬼的圈套。教会领袖的助手也必须有好品格，他们必须说话诚实，不贪杯，不贪财。来，莫淑玲。应该以清白的良知持守信仰的奥秘。他们应该先受考验，证明无可指责，才可以担任职务。他们的妻子也得有好品性，不说闲话，要庄重，事事都诚实可靠。教会领袖的助手只能有一个妻子，而且必须善于管教儿女和治理家庭。那些在工作上有好成绩的助手会得到好声誉，能够坦然讲论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我一面写这封信，一面希望快点来看你们。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们，我们在上帝的家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主食。大家都宣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他以人的形体显现，由圣灵证明为义，被天使们看见。他被万邦传扬，被世人信仰，被接到天上。好，多谢。这是第3章吼。大概第3章就是咧讲到教会的同工的一寡要求啦吼。所以咱有对经文咱来一寡填空吼。来第1节。科目什么款的职务吼，应该要安怎？这是第1节的。我这是用中文的圣经写啦吼。科目监督啦吼，对吧？应该安怎？心上的颠簸，要爱慕善功了吼，做好的代志安尼吼。好，来第2个，哦，这就这啊。应该安怎？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OK。这有一个问题吼，我大家去想啊吼，什么会叫做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好。这个两面咱想都为咱这讨论了哈，什么叫做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
迄个定义是啥物货？啊，迄个定义是啥物货？啊，咱连咪会当来讨论，先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好，来第3。人若不会整理自己的家，怎样照顾上帝的教会呢？人若不会整理自己的家，如何会管理上帝的教会？这个真趣味的思考啦，吼。我会记捌甲咱分享过，讲捌看到迄个东江吼，足侪信伫教会，但是因厝吼，安尼就是拢无咧整理的啦。毋是讲物件侪是完全无咧整理的。阮会记你讲，开玩笑讲吼，到了他们家要跳格子安尼啦，吼。当然这双柜念，我包双柜念。OK， 好，来第4个问题，什么人袂当做监督？初入教的。迄个这个中文现代译本的写法是讲初信的人啦，吼。其实这个会当延伸啦，比如讲初入教会，刚刚进教会的，包括比如讲像慕道友也好啦，吼，也是讲对，比如讲有一个美国人搬去台湾，但是伊是伫美国的长老教会做长老啊，但是伊去到台湾了后，你甲选做长老无？伊对台湾的教会了解无够深嘛，对无？了解。所以迄个嘛是一个范畴会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讲一般来讲，就讲若加入教会，也是讲洗礼了后，大概教会制度较大教派的制度，拢会差不多观察1年，然后再邀请他加入会员，再邀请他进入同工的这个服事内底吼，大概是安尼的一个想法啦吼。好当然伫这个所在，伊讲到初信的人，然后如果一开始就让他去掌管教会较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圣经甲你讲，恐怕他会怎样？自高自大。他会骄傲，骄傲，对不对？然后就会怎么样？陷入魔鬼的。handle 魔鬼的。他掌管钱财，所以就被魔鬼进入了心啊。咱拢知影上。第5个问题，做监督的要怎样？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啦吼。过来咧。免也是主。免得被人毁谤了哈。OK， 对，毁谤。因为一般来讲哈，监督咱等下伫后壁时，咱再过来讲较济啦哈。一般来讲就是讲，差不多做长老的，也是讲做教会同工吼。我捌有迄个经验，就是讲，去一个长老的厝边，伊无伫的，厝边的人我来问讲某某人敢有伫的吼？你知影无？因为咧做生意，店关起来吼。伊讲你啥物人？我讲我教会牧师啦。伊是阮教会长老，我要来找伊啊。伊安尼甲我反应，你知影？你想讲咱要哪传福音？我想这圣经咧讲的角度是安尼啦吼。好，来第6个问题，做执事的。第8节、第9节，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可以一口两舌啦哈。再来，袂当啉酒，对，好喝酒，袂当黑白啉酒，不能酒后乱性哦。这管就好啦。贪不义之财哈，这个其实甲长老的
监督会真共啦吼。第9节较特别啦吼，用清气的良心来持守信用的奥秘。我们记得这句话，等一下来讨论哈。什么叫做信仰的奥秘？伫这章的后壁面有解说哈。信仰的奥秘到底是啥？哈，信仰的奥秘是什么？来，第7个问题，我们一半了哈。我就是要让咱想的啦哈。什么是信仰的奥秘？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的哈，来讲哈。再来第8个问题，伫第10章。你就在下面。这接受的爱必须安那？接受考验。端庄。要接受考验啦。爱接受考验。你感觉这有道理无？什么考验？亚洲要传福音有接受考验无？有啦哈，所以会当通过试验的，伊对上帝较忠心啦吼。旧约圣经内底嘛有一个受到试验最严重的什么啦？约伯。他信约民伯哦，约伯。信用。伊到老尾真坚持，佮挖过上帝吼，上帝佮大大甲赐福。所以你看。做接受哈，会当通过这安尼试炼哈，安尼来训练，然后伊就会当安尼来做真好的上帝的工人啦哈。安尼就是变做讲爱训练了后才会当做安尼话基本上我是这样认为啦，因为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若一般在外面的工作，那有足侪是跟人的关系的，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然后你要了解教会的体制，又要去处理。我们说你要有 IQ， 更重要也要有 EQ。这是需要通过一寡训练的啦。你若伫外口上班，你嘛会当拍伊拍倒啊。你就需要我会当大声，但是伫教会唔是安尼啦吼。OK。好，来第9个问题，来，要端庄。第11节要怎样？端庄。也是要端庄，不可谗言，跟执事的一口两舌，其实是一样的说法啊，无讲说法，同样的意思啊。不可好酒。你这无写呢？没有好久。他没有好久不见。路也没啦。我要问一个，佮加一个问题出来了哈。伊家讲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妻子，这是中文写的哈。其实伫希腊文、希伯来文，或是说一些早期的这些文字当中，有一寡困难去解说这个太太，还是讲先生，还是讲爸爸，还是阿公，因为拢讲迄个字啦，一定是监督的太太，或是执事的太太吗？或是当时候已经有女的同工？我想这会当互咱来思考的。当时候，因为伊即摆遮咧讲的是讲，唔是因为你做长老的太太，你做执事的太太，你就爱迄个。其实伊咧讲的是讲，遮参与伫侍奉的姊妹嘛，爱有共款遮的品格要求，应该是安尼啦吼。我会较建议比较宽的去看这个太太这个字啦。好，来第12节，方上一个妻子。跟同样的问题出来了，赶快要善于管理什么？儿女和自己的家，赶快了哈。OK， 然后呢，第13节11条，
什么位分？接书哈，为着要得到这个位分是伫安那？爱有好的品言啊，伫啊对啦，啊伫爱，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吼，爱相信吼，所以我今仔日选一条歌，吼，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爱有迄种的信心安尼啦吼，爱安尼大大。你知影初代教会要做教会的同工是足辛苦的，敢若参像即摆伫中国的教会共款，因即摆已经有人用 Zoom 吼，像咱安尼网络聚会对无？马上就被抄家了。所以对因来讲是足需要有信心，因才敢安尼来敬拜上帝吼。OK， 好来12题，保罗写予提摩太真。这个真书是毋茫安那？信用的条件，无去验嘛，当做信用。伊想要去幼儿所啦，吼，伊想要去幼儿所吼，要去看因啦吼，啊，这个当然是伊毋茫，像伊嘛真爱去迄落，真爱去罗马吼，但是你若读迄个。保罗的宣教的旅程，你就会发现有一项足重要的态度。伊讲我足想要做这项，但是圣神安那不准我去。啊，伊就顺服吼。我感觉这是保罗真值得咱学习的一个部分吼。好来13，第15节。永生神的教会。哦，仰望上帝的家啦，吼，真理的调节甲根基，真理的调节甲根基啦，吼。所以，我即几工有甲周牧师在讲啊，吼，讲伫教会内底担当牧师的咱若无伫信仰来教导的时阵，迄就有亏欠上帝吼。所以伫迄个读经也好啦，是讲伫真理的教导，因为教会的目的，就是伫保罗遮咧讲的，讲是真理的基础甲调节，这个介重要吼。啊来，最后，圣经的奥秘真伟大，就是这个拄则咧回答咱拄则迄个第8个问题、第9个问题吼。保罗列出几项？安全的状态，简最能提以上来。以人的肉身来显现，对不？在圣灵里呢，天使看见，再来被传于外邦、万邦或是列国，哈啊，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咱大概来看第3章啦，吼。第3章伊较重要是咧讲教会领袖的形象，也是讲咱用较白话讲主的工人的品格啦，要安怎做要求吼。所以你会当对提摩太书的这个内容去甲看吼，其实保罗咧教导提摩太安怎去带领一间教会，安怎去设教会的体制。安怎去训练教会同工？哦，这是足重要的一个嘿，咱咧讲门训也好啦，吼，也是讲这个使徒训练吼，大概是这种的一个 model 伫这个所在。信徒的训练并不是讲无注重，信徒的训练其实有伫帖撒罗尼迦第5章这个所在在讲吼，在讲。所以伊遮伊咧讲的较属于教会体制建立啦吼。要互咱知影，就是讲监督这2字啦，吼，监督这2字吼，有无啥共款的这个了解啦吼。伊长老会的加尔文伊的讲法是用长老，毋是用监督啦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出伫这个旧约的时阵。旧约的长老是咧讲啥？是咧讲伫以色列族群中间一寡较年长、较有经历、
较有智慧的人，你若有甲迄个原住民接触的时阵，因会甲你讲阮的耆老，吼，就是讲因族群内底遐个长辈，因真有地位的、真有智慧的，应该因尊重，吼。大概是遮个人，因当初是咧领导以色列人，而且佫有伫出埃及记的中间，当摩西咧讲着甲遮个70个长老组织做伙的时阵，有无？有圣神着甲因三甲地的吼。其实这个已经伫以色列的族群的体制内底，已经形成这个长老的职位啦吼，也是讲因受尊重的这个角度安尼吼。所以伫加尔文伊较坚持用长老，所以伫加尔文的传统落来，咱伫无论是伫这个改革宗也好啦吼，也是咱咧讲这个归正教会啦吼，也是咱特别是长老宗来讲，就是以长老智慧吼，长老智慧吼，长老来治理教会安尼吼 ，OK。所以咱伫这个提摩太是嘞，我这无用着吼。伫提摩太的经文内底，咱看到伊咧讲着长老甲这个执事吼，执事伫希腊文这个字吼，伫希腊文这个字其实基本上是咧讲着仆人啦 ，servant 吼 ，servant， 也是讲 minister 吼。伫这有任务在服侍的人吼，因伫这所在在服侍人，所以基本上因是教会领袖的助理。咱若倒转去伫迄个初代教会的时阵，咱会当伫使徒行传去看到讲，因咧管理教会的时阵出了问题有无？吼，啥物问题？食饭分袂平啦，所以因选啥物人出来做？司提反。一寡人在做执事，因来做助理管理这个教会行政事务，互这个使徒通好专心去教示，传真理，大概是安尼概念伫初代教会的这个制度出来，这个执事的角色是安尼啦，所以伫这个中间，就是咱会看到讲，因伫遮诚做一个。奉事的同工，伫奉事的同工，你若个伫较大教派，因就是有分长老甲执事，但是有一寡较新的教派，也是讲像浸信会来讲，因就无长老啊，因是用迄个执事会，执事会来做选一个主席来管理教会安尼吼。当然，教会有伊无同款的这个体制咱倒转来讲迄个监督啦，监督。伫咱即摆大教派中间，大概有三种体制，一种就是监督制，就是保罗伫即个所在咧讲的监督制，就是教会像咱长老会咧讲即个长老也是小会同款监督制。另外一种叫做主教制，真明显的主教制是啥？天主教对无？但是伫希腊文的这个监督，这个原文，这个原文是 episcopal 是啥物货？是圣公会的名。所以你就知影讲圣公会是用监督制，但是因嘛有尾啊有，我那有一寡有改做主教我那有改做主教大概咱知影就是有监督制，有主教。有长老这三个较大种的这种的，主要我有讲着讲，亲像迄个浸信会，因就是用执事会尔，因就无其他的OK。伫罗马书第12章第7节的经文，伊讲咧讲着服事服务这个服务这个字原文就是 deacons 就是这个讲迄个义军啦伫哥罗西书第1章第7节的所在，保罗来称赞这个以巴弗甲提摩太，因是基督的这个好的同工，好
好的同工，也是讲忠心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嘛是 deacons， 嘛是 deacons。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讲，我保罗和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嘛是迄个字啦，嘛是迄个咧讲这个部分伫这个监督甲这个执事是做伙搭配，做无共款的工作，做无共款的工作，做伙来治理教会，算是个同工的组织安尼14节到16节咧讲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啦。永生上帝的教会伫迄个所在咧证明讲主会搁活这项代志，所以伊伫第16节遮我后壁搁小可甲咱搁分类一下教会是上帝的家，伊这用这个家庭是咧讲大家庭的意思但是这毋是讲有这个血缘关系的人。是因为伫上帝的内面，迄个信仰来成做一个教会。咱咧讲 ecclesia 就是教会，是一群人因为信仰的关系，组织做伙，成做一个大家庭 ，oikos 这甲血缘无关系啦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来讲，安尼看来，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是陌生人。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这个同胞不是血缘咱咧讲不是biological 不是这样的是上帝的家内底的人咧讲这个概念所以咧讲这个家的组成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咱咧讲伫主内的兄弟姊妹嘛是咧提醒咱这种的关系，因为咱伫主的信仰内面来成做一体。成做影响上帝家庭的一个分子安尼第16节，拄则咱读的迄几项，伊有伊的真重要的圣经的根据伫这个所在。伊讲信仰的奥秘是啥物货？讲你要成做教会的同工，你必须爱真确信信仰的奥秘啦就是讲用人的形体出现。上帝道成肉身，这是约翰福音咧讲的代志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用人的形体出现，所以咱讲这叫做圣子上帝的角色圣子上帝的角色。第二个是讲圣神内底称义咱因为借着圣神来被主称义，互主来称义这是三一概念中间的圣神上帝。咧讲这个部分咧讲这个部分，所以伫遮其实保罗开始咧讲的已经足清楚三一的信仰的概念，伫这个所在也真清楚咧表达这是伫保罗咧讲的一般咱来讲三一的概念是约翰写足济写足完整的所以咱借着圣神甲上帝搁一摆和好，然后会当被称做义第三，伊讲互天使看见，耶稣基督互天使看见，也是讲天使来甲伊三甲做伙。对路加福音第2章，天使报佳音；再来耶稣被试探的时阵，有天使陪伴伊；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嘛有天使第7天的第1天到坟墓的时阵，天使伫遐做见证，而且搁找见这负责人去传迄个搁活的福音这种足重要的一个这根据伫这个所在。再来互外邦传扬，互世间人来信仰，有影无？咱咧讲迄个伫基督教的教会受到压迫的时阵，传道福音就讲传即马差不多全世界拢有遍布有基督徒的脚印伫咧，所以传递万邦。互世间人来信仰再来上落尾就讲被接到天顶，这个讲到《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11节，咧记载讲门徒去见证着耶稣上天的代志安尼以上有问题无？
好，安尼我来问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咱咧讲做一个人的丈夫啦吼，伊咧指啥物货？不要太多的太太。不要太多的太太。讲到不重点。要太多先生，做一人诶。我讲干动，哦，当然啦，迄个要求是干共款的啦吼，迄个要求是共款的，对。伊只也无讲要做执事啊，做监督就需要结婚，还是无需要结婚嘛？无讲，但是伊讲你袂当做超过一个人的人生啦吼。感觉是会当讲是讲你爱有即个sexual moral 迄个 pure， 你总真是对一人有忠心安尼嘛，哦对，还是你袂使有即个婚外情还是 sexual immoral， 还是即个妻妾成群。就是讲吼，伫迄个婚姻顶悬的忠实啦。啊，为什么安尼讲？就是讲，圣经一直咧强调人甲上帝的关系，伊拢比如丈夫甲太太的关系嘛，新郎新用婚娘。姻嘛，咱即摆有一寡较连文的讲，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心腹，用安尼咧形容的时阵。你伫迄个婚姻的关系顶悬的尽忠，啊，咧表达讲我对上帝我来尽忠啦，忠实啦。啊，即摆我要问的问题是安尼啦，再婚的可不可以？伊这也无讲袂使啊。可以。再婚他是合理的再婚啊，他已经离掉了再婚，应该是可以的。呀，伫今仔日的经文的重点在讲的是讲，你不能有婚姻之外的关系，不能有两个婚姻。啊，像拄则 David 咧讲的讲，你袂当有婚姻之外的道德问题。比如讲，说出讲啊，这个人的太太还是先生过身啊，伊就搁再婚啊，他能不能在教会里面服侍？若离婚的咧，即马这个问题就对，若离婚的咧，即马当然是讲离婚有很多的原因啦，那无缘无故离婚，当然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你这像我也捌拄着迄种讲我忍受伊迄个20档我挡袂掉啊，要离婚安尼，就这种的，咱足歹去讲你很忠心啦但是有的比如讲。有的姊妹是受到家暴，那必须要离开这个婚姻的，还是讲有其他的因素伫咧？我想咱袂当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就是讲咱。所以伊咧讲这爱有迄个，所以咧讲后壁咧讲爱有好名声，所以这也是互相，就是有要互相的啦，补足你啦好名声吼。好，咱拄则讲到婚姻暴力嘛，对无？伫监督的要求内底有一个啥物呢？无拍人。无拍人。有无？所以你若准讲伫一个基督徒的婚姻中间是有婚姻暴力的，其实是不被允许的。不是。我讲一个咧吼，来，老师。我迄个老师林道亮吼，伊就常来甲阮讲，因为伊本身加上有结婚4遍的款，伊讲吼，他用太太用得太凶，伊讲笑啦吼，就讲伊第一个太太，介绍讲伫迄个抗战的时阵，还是啥，飞机来啊。
炸大个炸了，全迄落失望去啦吼。第二介绍完啦，足早就过身去。过来第三，反正就是拢是毋知影安怎过身去。到尾伊即个吼是含伊到差不多90几岁安尼啦吼。所以伊伫教会嘛是做过神学院的院长，做过迄落大教会，搁伫神学院教册，所以搁另外一个牧师，就迄个啥物耀东，我即马煞忽然间伊的姓袂记哩。伊太太过身了，伊尾搁结婚。但是伊为主任牧师的位全落来，伊讲伊已经搁重婚，所以伊无爱做主任牧师啊。所以这就两个足极端，一个是尊重讲我已经搁重婚啊，搁另外一个我迄个老师，伊就是感觉讲。这也毋是伊会当主动啊，迄完全是属于伫迄落自然，搁毋是伊控制，伊也始终拢是忠实伫迄个太太遐，所以伊无感觉讲含即个经文有违背安尼，这是我当着安尼，所以看大家。我想这就是。对，我想这就是你讲的，讲迄个，我遮咧强调就讲，咱来去看伊的经验啦，吼。当然，两位牧师，我拢真尊重因的迄落，就是讲，侪人伊感觉讲，安尼伊会互人受到欢喜，所以伊无爱做主任牧师。我想这嘛真 OK 啦，但是我无认为讲领导量就会有问题啦。领导量伊嘛真有气啊，因为伊的太太佫敢嫁伊。如果第三个就可能还小可担当嘛，敢毋是？这天命哦。很勇敢。毋惊死啊！好，我佫一个问题，互大家思考。伫教会内底，你会当去争取职务无？你敢会当讲哦，我想要做啥，会使无？会使。会使无？会使。会使。你会使啊？爱互看你会去互选着袂？你爱经过考验。是不人袂无？若有人袂会当试看卖啊？我讲吼，古早拢会呢。经过考验吼。迄古早拢会呢，迄足侪人吼，就咧敲电话去运动，讲我足想要做安尼哦。做运动。好来，咱这莫甲变做闲仔话啦吼。咱来看第一节。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我来读互恁听吼。如果有人渴慕监督的职分，他就是爱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基督徒吼，爱真愿意争取要来服侍啦，唔通惊歹势，但是你爱符合后壁所有遮的要求。渴慕善功，毋是因为我要爱迄个名。是因为我要为主做工，这个出发点是要正确的。保罗咧讲的是这个部分，而且爱经过训练，爱受到试验，爱有侪的要求。这甲咱咧讲的讲哦，你争取一个物件爱去竞选，不是这种意思啦，其实毋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直接要爱真积极，要愿意参与服侍。我即马知影有足侪教会吼，特别是咱伫美国这个台湾人教会吼，
姜落的名额愈选愈少，愈选愈少，因为无人要做啊，大家拢无爱担责任啊。啊，这毋是一个好现象啊。你做的代志我拢可能是大家吼，大家拢有读迄个天摩地真书第3章读了伤济啦。家己感觉无够额，资格不符，可能有啉酒。伊这内底安尼说条条伊都无参，伊都无80分。毋是你做的，你是个 email 啦，你找 email 出来啊。我会记得咧国民学校时阵，阮的学校有迄个条条一支条啊，上写2字啦，写修身家治国平天下。我即句话我拢会记得嘛，这是孔子的话，敢毋是啊？对，孔子的。对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安尼啊。所以我大概读着这句啊，有时候讲你也袂当家己顾家己，你家己的你免迄落吼。所以我感觉我读着这种讲国民校，阮学校的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看到公主敢若背这四些人，出来拢。天下啊，你袂晓背唐诗哦，吼。一窍不通啦，一窍不通。有啊，佫有啥问题无？拄啊，咱16集遐讲迄个16集讲，你对啦。好天使能看见。我咱圣经，因为咱咧读圣经，咱知讲天使有分哪种天使，有迄落好的天，犯罪的天使，敢毋是无？天使的天使，敢毋是2种天使？所以你想，伊是有啥物种天使看到？拢有。所以伊要出来传福音进前，就受着试探嘛。我感觉第15站吼，是一个足有趣味的讲法啦吼。保罗足望会当去因的教会，去甲因勉励也好，还是讲去甲伊见面也好。但是吼，伊安尼表达了，毋是讲吼，我一定爱去，我无去袂使哦。恁教会袂当开始哦，伊毋是安尼哦。伊讲，虽然我真爱去恁教会，但是吼，我有去无去无重要，上重要是啥？上重要，这是上帝的家。我要爱恁安怎，知影安怎做安尼尔。我有去无去，毋是上重要的。咱真侪时阵有看一寡同工就讲吼，即间教会无我也袂使。吼我想即种的心态会阻碍教会发展。但是保罗无即种的心态。伊咧提醒讲，这是上帝的家。这个家是永远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条则甲根基。我想这个足正确的勉励甲提醒。我问题是讲，爱是安尼遐爱去遐，保罗伊做有一摆讲，伊嘛爱去罗马，对无吼？对。伊了既然伊个土地啊了盖好，离大遐爱伊是要去遐创啥物？照圣经的迄个了解，以弗所是伊开始的教会，伊嘛足是有迄种感情，想要去转去。这是人之常情呐，人之常情。但是我想讲，伊咧表达是讲，我有迄种对恁的疼，但是我毋是上重要。我感觉这是足通好学习的。
伊是咧讲啥呢？这个你讲，牧师来就先讲，这个清白的良知吼，嘿，要安怎去甲讲较清楚咧？清白的良知，啊是毋是就是讲，拢实实在在，还是讲无啥物，啊无啥物迄个企图，还是无啥物利益的关系，是干没有心机啦。没有心机啊。咱讲耶稣讲的讲吼，是就是啦，毋是就毋是啦。迄个加讲就是出伫安那魔鬼啊吼。迄清白的良知基本上是安尼啦吼。意思其实伫即个内底，伊讲几若摆，你袂当讲话一口两舌。你不能用谗言，谗言嘛是讲话无属性嘛，对无？哦，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安尼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咱来分享一个，你如讲教会登记的代志，对无吼？咱你头拄牧师有讲啊，即摆足侪人特别是北美教会无法度。无够人要登记，讲要听。啊是讲用我的例来讲，我嘛无是无爱登记啦，但是我都无法度。登记，到这咱变5档，咱走袂落来。但你要讲你本身来讲啦，本身甲是安那，让别人啊比咱条件较好啊，是安哦，对无？你若讲你看即个遮登记的人，落啊拢爱安尼，逐项拢活咧做甲迄落，哪想是你是一个是真perfect的人，是对我来讲是讲，我感觉登记是感觉讲，毋是讲你评人较好时，无法度人上帝甲你掠去，就是甲你掠去安尼。这是我的想法安尼。你若讲想讲，我的登记原因是讲我有一寡遮好的特点安尼，所以我落爱去想，落去登记。我想安尼时阵，可能也是无几来，无偌济人会去参加，无偌人会愿意来登记嘛。有去讲，上帝讲要你，伊甲你掠起来，要甲你掠来，那可能较有可能啊。当然啦吼，上帝有当时咧用人吼，伊有无共款的方法啦吼，还是讲伊的时间点吼无共款啦吼。咱咧讲，我有听到呼召，还是讲我愿意，即个有无共款的角度的思考啦吼。当然，伫保罗咧伫即个方面的时阵，就是讲。假使有人较无即个监督的职务，伊就必须爱真心诚即个做好的工啦吼。你要有愿意，互上帝来用，愿意来做上帝工。当然嘛，毋是讲一定是倒一个人已经上帝甲捏好啊，捏甲足完全啊，所以甲伊放伫迄个所在咧服侍。我想嘛，无人安尼啊，就算是牧师嘛，毋是安尼啦。所以这是我第二点要回应的，就是讲 ，OK， 我登记啦，我伫Toronto 时，我就特别来美国以前，我就有登记，来到美国了，伊个工班电脑教登记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迄是一个经验。即摆来即个新约教会做登记，佫是一段的经验。无啥小啥，而且我逐个我感觉你读着这段经文的时阵吼，两种人若心无监督的节吼，伊是我羡慕一件美好的工作啦。我当时我就感觉为着安尼，我感谢上帝，为着安尼，我就感觉讲，
上帝有我这个工作，所以我会当有一个美好的工作了。我用安尼来鼓励家己嘛，当用安尼来鼓励别人啊，对吧？对啊，哦，这毋是讲，因为讲我因为看着 because 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工作，我就要去追求，我要做这样代志。安尼，当然你嘛是，当然你有这个机会，你这个能力，应该是要去做是当然是。但是我感觉是讲被动中，安尼我感觉哦，我感谢上帝，我会当即摆有这个美好的工作。但是有的人你就讲，那像啊。顶了头，这个哦，做到久啊，做到无要放。就讲哦，这个美好的工作是我的，我无要放啊。美好的工作是爱对上帝角度落去看，毋是我看来讲哦，足好诶，我要掠条条安尼，毋是迄个那个就不美好了啦吼。但是讲像讲 David 安尼。教会迄阵啊，拄无人咧带领诶时阵，伊安尼就出来安尼，我感觉是真水诶一个过程啦吼。啊，当然真正嘛是会当看面，若是讲较济当工会当做来服侍吼，会更美好啦。这吼，这有当时啊，就是看教会诶迄个大甲细。啊，个教会的迄个分组是啥？我捌看过教会内底要选票，就等于若像咧外口咧选票相共，都要揪人来。啊，尤其是若是budget要安怎用，啊要安怎伫宣教，还是安怎这方面的时阵，足济拢有诶拢。需要感觉讲看起来哪像伊足羡慕善功，但是讲起来伊目的是要去争取内底要安怎去来运。要来做监工。管理哈。我是感觉讲，伊咧讲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我感觉这真重要。我感觉这真重要。啊个伊才有咧讲，等于说是那种初信的，他有可能也冇咧指讲拄啊才信的，啊冇对嘛有诶是你，亲像无你头拄咧讲一个等去台湾迄个咧，啊是讲你讲亲像伫咱遮，有当时为别个教会吼，啊咱毋是真了解，我若是爱观察了1-2年较好啦。对。我家己嘛捌安尼过，就是我以前伫咧教会啊，迄当阵拄啊真欠一寡人才吼，啊是真需要一个真艰苦的时阵，啊拄好有一对真少年的翁仔某来，哦，结果阮家当作至宝，哦，安尼对真足伊甲我讲，伊足爱服侍，啊结果互伊。转变做讲啊，咱想讲足难得诶，啊，毋拄到尾啊，就是感觉讲，原来对人无讲，我毋是讲伊歹，总是讲有当时因为毋是真了解诶时阵吼，安尼颠倒对方嘛会到尾啊嘛会做工做甲真艰苦。呀，所以我若爱一段时间来观察，互相啦，伊嘛观察伫教会中间看伊敢有适合。吼，做工还是创啥？我感觉爱彼此拢爱安尼啦。我平平咧讲，我足同意啊吼，就是讲我足惊讲教会有一寡同工的想法是讲，哦，看到这青年来吼，足好诶安尼吼，赶快挖一个洞给他下去啊！我讲安尼足危险啊，对教会本身也危险，对这个出来诶。这个信徒来讲嘛，足危险，他有很快就会burn out，嘛有可能，嘛有可能大起来是无同款的文化，所以造成教会内部的混乱，拢有可能。所以若一个慕道友，伊还袂信，还袂生咧，毋过伊真羡慕，像讲参加圣歌队安尼。
这款的敢会使？刚刚会啊宪国对我想是无啥问题啦。他那个不是一个 leadership 的领导，是一个参与，我是感觉 OK。我以前伫教会时阵，有足侪是迄个国内来的大陆迄边，捌撞到一个学伊圣经，学伊足后辈，但是加在阮无用伊，尾仔就变做一个教会拢呛内底闹问题，就是。对。所以爱观察，真正是啦，拢嘛爱交配啦吼。咱才知影讲互相彼此，新来人爱了解即个教会的文化，甲即个教会体制。咱对迄个人，伊有才能，这是一回事；甲伊的品格，搁另外一回事。像咱今仔所读的，有才能，可是也要品格。伊甲人的相处到底好不好，这拢是问题。这我想这种 takes time。我上以前的经验吼，以前的想法就是讲，这当然这毋是绝对安尼啦。毋拄互我感觉就是长老教会吼，若咧选长老吼，拢是选医生。是吗？哦，安尼哦。医生，这是我以前的感觉啦。以前的感觉，因为我毋是拄仔开始就信主啦，我开始接触到长老教会，我感觉医生拢选做长老，因为医生较好个，伊会当奉献。这是以前，这是我以前的想法，确实嘛是安尼，有一部分嘛是有影啦，所以这是人就讲都选长老拢爱选医生。我上届会记哩，迄当阵我拄仔开始伫第一教会的时阵，迄当阵王中信牧师的时阵啦，迄当阵教会才20几个，结果买教会，迄当阵就无教会去互人赶出来，安尼家己就20几个，才几个6、7个家庭吼。王牧师甲大家开会，就讲决定要买教会，结果呢，有一个长老的太太。伊就甲阮讲，若要买教会，恁跩赞成的人，恁就一定爱奉献哦。结果有一个兄弟就甲因去车去教因长老，伊就讲，伊自细汉伫教会中，伊毋捌拄过讲教会决定要买教会买无成的啦。真正，所以一般大家都咧期待，咧看遮医生，就爱选倒一个医生做长老，安尼伊就会奉献，所以这原来是教会一种文化。我想即摆医生无够格啊！你来选迄种是科技的。engineer。我讲咧，就是教会的，也是迄个朱建林后生。我，这我想法是，这个教会这边就是讲，就种定爱拄着这种现实的问题，变做讲现实的问题，现实甲这边要安怎 balance。所以我教会为着细间教会，感觉较少，大间教会有当时。为着你咱去参加大型教会时阵，礼拜是嘛是一部分嘛是甲你广告啊，因为伊个包人是包一个，毋是。所以伊所拄着的这压力是嘛是足大啊！伊教会开支，伊要宣告啥物开支，拢主要足侪钱啊。我想咱细间教会嘛是，细间教会检测嘛是遇着即个代志，教会嘛是在路上。这问题是应该是拢是咱所拄着是介大问题嘛吼，会当讲是安尼嘛。所以是讲咱若软弱就是安尼，教会我是无教会这软弱的点嘛，但是讲就可能讲大家会议中间应该是，还是讲欢喜的做工较
咱那不用那欢喜要做工参与的，较用这个出发点较重要啦吼。啊，讲你较做医生，你讲到门影讲做医生，伊就当迄落用较方向较侪钱，话真歹讲啊。话医生啊，求到求诶。对啊，我会用是讲看人啊。教会事工吼，教会事工若像讲，譬如讲较大事工，买长即个方面吼，我是感觉着都爱大家有即个心，有即个心志，祈祷了，有感觉着讲需要，才来做。啊，若有人反对，嘛是都爱等，袂使讲强迫进行啦。呀，当然是安尼。遮个大部分较悬的比率是讲，牧师因教会见证了后，可能迄牧师可能就差不多迄时间伊会走啦。咁这拢是你见证这时间拢无问题，甲迄阵啊，伊差不多伊会趁一下吧，所以可能会离开啊。所以就是讲，大家要见证进前，无同心祈祷，无即个同心，见证了，都问题就出来啊。其实嘛无拄拄是安尼啦，就是讲，其实见证这物件吼，伊的牵涉的层面足大啦吼。第一个拄着当然是经济压力啦，一定是赤字预算啦。OK， 你无可能教会传钱传遍拢有教堂个起厝嘛，吼。啊，伫赤字预算中间需要有信心啦。迄个需要有信心的时阵，所需要是一个较强的 leadership。但是这个中间就有无共款的一定会出来。再来，教会要安怎起，形式会出问题。教会设备要安怎用？简单的可能100万，啊，若用了较招逼的，啊，可能要400万。啊，到底要用倒一种的？啊，又个意见个一堆啊。所以，对开始一直到整个的过程。甚至到上落尾要收煞的时阵，验收的时阵，比如讲我知影台湾一间教会，也是无偌久之前才现场尔。啊，伊讲牧师就讲啊，无要紧啦吼，咱着信任啦吼，啊，着甲签的毋免看。但是你对一寡建筑专业的会友来讲，爱验收无？验收是基督徒对建筑的负责任的态度啊。但是有的人。感觉讲啊，毋免啦，咱着信任就好啊，迄拢会出问题啦。所以对开始到整个的过程，咱若拢无伫迄个信用的内底，用祈祷来进行吼，拢会出问题。牧师，迄个你敢是伫迄落家己迄个金花桥边啊，迄间迦南教会嘛吼。家己南门嘿。对，阮顶面转去的时阵吼，因拄见证先讲，因的因的内底的音响吼，佫是足好诶。哦，阮真欢喜。因的长老做音响的啊。哦，对，叫做 Micro， 嘿。对。无彩，你若伫遐即摆会当用个。迄个音响，无迄个无彩的代志。嘿，我伫倒位拢受祝福，无问题。拢真精彩，是无彩，精彩。我伫迄间教会牧会时阵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下礼拜就见着啦。文内啊吼，我咧看某一个角度做成迄落无理解咧。啊，因家地啊，讲一个出品的，讲一个讲公司的。无啊，遐今仔日还袂讲话呢。无咧讲伊袂。我咧讲话你无听，我抄袂好势。我咧声抄袂好势。有啊，有听的啊。真好听啊！我一直拢有听着你甲恁太太咧讲话呢。对啊，哎，个笑甲呢？
该在我无捌啦。我看你直直甲比，直直甲用，我拢有看到你咧创啥呢？你有看到我甲拍无？无，你无甲拍，你甲笑啦。哦，对啊，你无看到。好啦，咱小可，咱再小讲一下吼。礼拜天我赶快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开机啊啦吼。了后就是阮明仔载甲几个同工做伙rehearsal一摆安尼。原则上就是拢照 PowerPoint， 我拢用好势安尼吼。明仔载大概几点？啊，礼拜日啊？无啦，你讲rehearsal差不多。rehearsal 吼，10点要开始，我大概半点钟的时间。你若要做伙起来，你若时间会使做伙起来，大家了解一下吼。我就用礼拜日的迄个 ID 甲 password。哦 ，OK。我无改变嘿，用礼拜日迄个嘿，安尼。请大家到祈祷啦吼。有美国教会的牧师会来参加。我请问你吼，是几个美国人啊？几个袂晓讲的，袂晓听的。无要紧啦，我拢有拍英语啦，嘿啦。所以你除非唔免你就双手。免，我拢有用英语伫边啊呢，对。我嘛是拢爱 mute 下，还是我们全部都要开？咱4月的时候再开，其他的时间就 mute， 因为万一咱若有讲话，若是厝里有声就会影响主要讲道的人的声。对。安尼较好，品质较好啦 ，mute 起来品质较好。若无家己拢唔知影咧讲话，人拢听到，计是讲真细声，人唔知，其实我嘛听了了。我连放屁都要很谨慎。你要去到迄个 YouTube 顶管。对。OK。安尼啦。OK， 安尼无请徐牧师带咱来祈祷，好无？好 ，OK。听到我的天父，阮感谢你。虽然是这个疫情很危险的时阵，但是你阁互阮伫遮会当来透过这个 Zoom 来互读书的兄弟姊妹来沟通，甚至来讨论甲来学习上帝你互阮的话语。主，阮感谢你，看见这个疫情伫这个世间人的中间，有足侪的灾难，有足侪的人的迄落失亡，也是家庭的丧失。但是阮犹原啊伫遮，你互阮的生命存留，互阮有即颗百气，会当搁到遮呼吸。主，求你感谢你，求你搁继续来带领阮。伫遮即个时阵，特别求你来启示阮，看见阮每一个人，主你要互阮所担当的任务。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甲阮的生命会当存留，会当过来到遮，阁会当过来享受永远的早经的团契的时阵。主，阮特别来为着未来的日子，求你来过带领阮每一个人。主，你知影阮的软弱，求你保守阮，看顾阮，看顾阮这个礼拜来，阮要所举行的牧师的暗牧的典礼。主，求你真正来听这间教会，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来担当你要所互阮担当的任务。主，阮感谢你，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阿门。多谢牧师。谢谢。谢谢。